后来为着要来应应到中国的威胁，总统蔡英文转到国防部情报研究中心视察了后，决定要来增加到名额，要来强化到情报研究分析的战略，要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来掌握到国际情势，这个教育调集的方式，未来嘛要做调整。 中共军机一直飞入来台湾西南边防空识别区，广播伫1月3日开始，除了讲到西南边空域强击动态嘛，开始公布美军军机的数量。除了让国人能够了解国军能够精准地掌握区域的情势之外，同时也建立民众的敌情意识，也让国际社会认知中共破坏台海现状的一个挑衅的行为。那么至于资讯公布的一个内容，国防部会因应情势的需要，适时的来调整，并且适时的来公布。随时掌握台湾海空一边的军事动态，总统蔡文章特别去巡视国防部情研中心，要强化情报研究分析的能力。目前这个案子还在规划当中。 那么后续我们会依照实际的状况跟需求来做编设。就讲台海有战火，国防部嘛提升后边的战略，决定为今年起延长后边军人到调集的年限。自今年起，解除编管8年政策，放宽至退伍12年，主要针对8年内教召未满4次的军士官，不包括士兵，以确为 教招的公平性，并有效维持后备部队战力。国防部嘛讲，义务役官役士编管的期限嘛延长到12年。若女性义务役役官役士，不伫即摆正式修改范围。